多謝 Stephanie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介紹一下講座嘅分享嘉賓，包括有香港水務署水務化驗師蔣鴻偉先生、廣州潘高領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辦公室主任謝樂怡女士，同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智能交通學域助理教授陳昌浩博士。我哋今次嘅比賽係以河道保潔為主題。咁大家知唔知道，原來我哋香港水務署早喺2011年已經引入咗智能無人船系統喺水塘進行自動水質監測同埋取樣呢？今日嘅分享嘉賓蔣先生就曾經參與過無人船系統智能化提升項目，令到水塘水質監測更加高效同埋準確。我哋而家有請香港水務署水務化驗師蔣鴻偉先生同我哋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水務署水務化驗師蔣鴻偉。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我哋過往係無人船開發嘅經驗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啲經驗裏邊吸取到一啲成果啦，睇將來對你哋開發無人船咧都有幫助嘅。係，可以去下一張。再下一張。咁其實我哋水務署咧喺好早期啦，頭先主持都講過啦，2011年開始咧，我哋已經係開始使用無人船喺水塘裏邊進行一啲水質監測工作㗎。咁最早期咧，我哋喺2011年咧就會用啲市售嘅遙控船啦，去改裝成為無人船啦。咁喺水塘裏邊咧抽取水樣本，因為當時個技術所限啦，咁我哋其實只可以抽取一個水樣本嘅啫。咁去到科技繼續發展啦，2015年咧，咁我哋就將個無人船加插咗一個水質監測裝置，因為我哋水塘水質咧就經常都會出現變化嘅，我哋要好了解水塘嘅水質變化咧，先可以幫助濾水廠嘅同事咧，好有效咁處理食水嘅。當時嘅遙控船咧就會加插咗水質監測裝置啦，同埋會有1個2公升嘅水樣本，去樣本瓶可以抽取嘅水樣本咧進行化驗嘅。咁去到2017年啦，咁我哋係有第3代嘅無人船啦。咁而家應該已經係去到一個可以市售嘅好成熟嘅無人船系統啦。當時咧，佢本身已經係具備一個4個樣本瓶啦，同埋7項嘅水質監測裝置嘅。咁佢亦都可以透過衛星導航啦，去到好自主地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進行水質監測。去到2020年咧，其實我哋已經去到第4代嘅，咁我哋沿用於第3代嘅無人船啦，再去開發一啲新嘅條件啦。因為我哋發現到咧，一艘無人船咧，其實唔足夠應付到我哋香港嘅水塘狀況。我哋香港水塘咧，其實最大嘅水庫咧就荃灣淡水湖，佢嘅表面面積咧去到12平方公里。如果我哋單靠一艘無人船咧，其實我哋冇可能做到一個咁完善嘅水質監測，所以我哋會開發咗一個第4代無人船咧，我哋用4艘無人船咧係同時間喺水塘進行檢測嘅。咁啊好處就係咧，4艘無人船咧可以將個電量分開啦，令到我哋可以喺4小時以內就完成咗所有嘅水質監測嘅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水質係一個動態嘅。如果我哋拖得太耐去監測水質嘅時間咧，其實佢嘅變化咧我哋捕捉唔到。所以呢一個系統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好有效咁去處理我哋嘅問題啦。可以去下一張，唔該。其實我哋喺開發無人船嘅時間，我哋都面對好多問題嘅，因為一般嚟講，市售嘅無人船咧，未必真係可以好適合我哋現有嘅工作嘅。咁例如喺硬件方面啦，原本嘅無人船咧，佢個水質監測裝置咧係裝喺船艙裏邊嘅，咁水咧要流入船艙度先至可以度到個水質變化啦，跟住就要騰空咗個空間去裝呢個水質監測裝置。所以我哋喺開發第3代嘅無人船嘅時間咧，我哋已經同廠商去協調啦，做咗一啲硬件上嘅改造啦。我哋將原本喺船艙裏邊嘅水質監測裝置咧，我哋移去船底啦，等到其實可以有個好即時嘅監測，唔需要有個滯留時間，水經過船艙再量度再出翻嚟，咁個時間
變化咧就會好大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可以騰空咗個船艙咧，裝一個水質嘅採樣裝置，所以咧我哋第三代無人船咧，其實已經可以去做到抽取到4個水樣本㗎啦。除此之外咧，軟件我哋都做咗啲更新嘅。咁譬如我哋見到啦，頭先講到我哋喺船灣淡水湖道水質監測同埋採樣嘅時間咧，我哋需要4艘無人船去獨立處理嘅，所以我哋咧同廠商都開發咗一個新嘅用戶界面咧，可以同時間睇到4艘無人船去執行緊佢嘅任務。唔該，下一張。可以下一張，唔該。稍等等啊。可以。嗯。好啦，呢張圖其實見到我哋無人船嗰個工作流程嘅。咁你見到咧，第一個步驟咧，我哋見到船灣淡水湖嗰個地圖啦。其實而家我哋已經去到一個人工智能生成一個路線啦。因為其實第三代初期咧，我哋係靠緊一個控制員咧，要自動要用人手規劃一個導航路線嘅。咁有咩唔好處咧？就會有機會咧，令到每艘船個用電量咧，其實唔係好平均。有啲船咧好快做晒，有啲船咧就可能會花長啲時間，令到我哋個水質參數咧，其實個覆蓋範圍啊，都有機會會唔係最優化嘅。咁其實我哋而家去到第4代，已經係慢慢去改進到已經係全自動去規劃路線㗎啦。咁規劃完路線之後咧，我哋都要檢查下無人船嘅狀況，去確保信號收到啦，去確保其實已經連上咗我哋基站電腦啦。一齊檢查做好之後咧，無人船就會根據預設嘅路線咧，就進行一個自動監測同埋取樣嘅工作㗎啦。咁當佢完成之後咧，我諗約莫4小時啦，咁無人船咧就會翻去我哋嗰個原本嘅位置咧，我哋叫 home position 啦。咁負責嘅人員咧，亦都可以取個水樣本進行化驗㗎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會生成一個自動嘅水質分佈圖嘅，咁令到我哋好容易了解咧邊啲地方係出現到水質特別嘅變化，我哋去將啲信息咧話俾濾水廠嘅同事聽到咧，佢哋就可以盡快處理呢個問題。下一張唔該。咁呢度大家就會見到係我哋其中一個樣本啦。咁我哋會有監測到混濁度啦、溫度啦、葉綠素 A 啦、藍綠藻嘅含量啦、酸鹼值啦、溶解樣啦同埋電解度。咁我哋會用咗一個咧好視像化嘅顯示俾大家見到。咁你哋喺眼望落去咧，你就會知道，水質嘅變化喺邊度啊？邊度嘅水質會比較容易處理啊？邊度嘅水質比較難處理啊？其實呢啲數據咧，對於我哋同事係非常有用嘅。下一張唔該。我哋第4代無人船初期咧，其實佢都仲有啲不足嘅地方。頭先我提到啦，我哋係需要用人手去規劃路線嘅。咁人手去規劃路線咧，佢考慮唔到電池嘅老化啦，因為每艘船其實個電池老化都唔同，所以同一樣嘅電量去行到幾長嘅航距咧，係需要計算出嚟嘅。咁我哋用人手去規劃路線，我哋未必做到一個最佳化啦。另外咧，生成圖像化嘅水質報告咧，我哋係需要成個過程完成咗之後，佢先會幫我哋生成一個圖像化水質報告，令到我哋喺無人船執行任務嘅途中咧，其實我哋未必可以即時了解個水質變化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都會錯過咗收集水板嘅時間，因為其實每艘無人船我哋頭先講過，只係得4個水樣本瓶啦。如果我哋喺個任務執行之前，我哋就要預設去邊度攞水板咧，攞個水板咧未必係我哋最想要嘅。下一張唔該。針對呢啲不足之處咧，其實我哋對第4代嘅無人船咧就增加咗啲人工智慧嘅元素喺度嘅。我哋安排咗一個智能嘅路線優化啦，佢會考慮到當時個船嘅用電量啦，我哋喺邊個水塘度執行任務啦，我哋想執行到幾多個監測點，同埋攞幾多個水樣本咧，佢會自動計算一個最優化嘅路線，咁我哋可以涵蓋到最多嘅數據。另外咧，其實我哋就會有個自動嘅取樣同埋增加檢測嘅功能嘅。
咁係點解咧？因為當我無人船去巡航嘅時間，佢去到某一個位，如果佢發現到水質係出現咗一個顯著變化嘅時間，嗰個無人船咧就會自動去提升個水質監測嗰個位置啦，或者係取水樣本嘅，令到我哋取嘅水樣本係確保係一個有水質變化，係一個有代表性嘅水樣本。除此之外啦，完成任務之後咧，無人船亦都會懸浮喺一個預設嘅地方啦。咁譬如我哋去同事將無人船去設置任務之後，佢哋再翻嚟咧，嗰段時間如果係已經完成任務咧，無人船都唔會漂流去任何地方。呢個係都比較重要，因為咧喺個河道啊，或者喺我哋水塘度咧，雖然係唔係海面咁大浪啦，但係嗰個水波嘅動力咧都少不免嘅。如果我哋冇一個叫做自動停泊功能咧，無人船啊就好容易會唔知去咗邊度，我哋比較難揾得翻佢，或者會有時碰撞到一啲沿岸啊，會造成損傷咁。好，下一頁。呢個就係一個智能路線規劃分段嘅演示啦。咁你見到啦，系統咧就會將4艘無人船咧，佢畫咗一個最有效嘅路線圖。咁當佢航行嘅途中咧，佢都會自動避開障礙物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地圖度首先預設翻，邊度有啲障礙物出現咗，咁我哋可以唔好去行去呢啲地方。呢啲都係保護我哋無人船嘅系統啦，亦都係可以有效地令到無人船完成任務嘅一啲要素嚟嘅。下一張唔該。咁呢個就係智能水質監測同埋取樣嘅功能啦。咁你見到紅色右手邊嗰點咧，咁我哋當無人船去到某一啲檢測點啦，如果佢發現呢個監測點係有啲異常，或者有啲其實同其他地方好唔一樣嘅水質嘅時間咧，佢就會喺嗰度採取水樣本、抽取水樣本，同埋會增加多幾個檢測點，令到我哋更容易了解出現到極端變化地方嗰個水質分佈會係點樣嘅。好，下一頁唔該。咁最後啦，咁其實我哋現階段個無人船啦，咁大家之前都見到係需要人手去設置嘅。咁其實我哋諗緊咧，點樣可以進一步提升個監測能力咧？其實我哋想依賴一啲科技啦。咁而家其實一啲自動停泊啊，同埋自動叉電系統都相當成熟啦。我哋嚟緊會開發一個全自動嘅太陽能自主巡航船啦。咁令到佢可以長期停喺一個湖泊嘅中間，去一個按時去執行任務，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地掌握水塘水質變化啦。呢個裝置除咗係自動去完成任務之外咧，其實佢仲有一個新嘅功能咧，就係希望可以喺唔同嘅水深度攞到水樣本嘅。我哋而家第4代嘅無人船咧，其實佢主要咧就喺一個船底下邊大概50厘米嘅地方抽取水樣本啦。但係水塘咧係一個好大嘅地方，咁隨住夏天嘅太陽照射啦，佢每一分層嘅水咧，其實佢係有一個唔同嘅溫度同埋密度，令到水與水之間咧，佢唔能夠撈勻啊，水質變化係可以好明顯。有呢個唔同水深嘅取樣裝置咧，咁其實我哋可以更加了解水塘嘅狀況。我哋期望咧喺2027年咧就會完成咗呢個項目。咁今日我嘅分享就係咁多。